我们等一下会有那个要写字的，所以你手上还没有小卡的有吗？举手一下，要发。哎，那个招待马上发好吗？哦，每一个人都要1支笔1张卡。请那个姨妈舞师进来发一下。还没有拿到的举手哈，这边发，赶快发。哦，对，好好好。也要笔哦，哈，所以没有笔的话，不然就是等一下你自己有笔就不一定要拿笔了，你可以给没有带的人。一个人1张就好，前面也还没有拿。笔多的可以拿回去，不然等下慢来的就没得拿。好，这边也没有吗？哦，这边也没有拿到。新年快乐！小心小心啊！好，要小心哦，因为那个已经有的都有蜡油了。2022年中泰泽祈祷会。
生命记11章8到10节。所以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刚强，可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就是你们将过河到那里要得的，也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要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在埃及，你撒种后，要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生命记11章11到12节。毋过恁要入去，心食的地是有山谷，阁有雨水润泽的土地，是上主恁的上帝，规年通天在照顾，目睭常常在看顾的地。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赞美你，你是伟大的神，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永恒不变。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永远坚立向我们所立的约。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应许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阿爸天父，当我们回顾今年2022年，主耶稣，或许我们历经很多的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也历经了新冠肺炎、天灾、战争的灾祸，但是主，你特别的保守带领我们，因着你的慈爱恩典，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你使我们的好处都在你里面，不在你以外。我们要赞美你，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应允我们，你要以我们的赞美为你的宝座。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允我们说，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捆绑，能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平安和喜乐。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疾病，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邪恶的念头，使我们在属灵征战中成为一个得胜者。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向敬畏你的人所显现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使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与恩典，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流血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你说有就有，你命令就立，你的能力充满了宇宙天地。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软弱的你加能力，疲乏的你加力量。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谢谢你，赞美你。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能力天天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你的道也不疲倦，奔跑你的路也不疲乏。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中，活在你的永生，你的国度也活在你的生命，你的荣耀里，更活在主你的丰富，你的慈爱与恩典。谢谢天父，感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总归途，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最深的是一步又一步。生命记11章18到19节。恁就将我的话记伫恁的心内，存伫恁的意念，嘛就绑伫恁手里的做记号，绑伫头遐提醒，搁着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一路伫行，倒坐还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生命记11章20到21节。伊就爱将掠到界面写在木下嘅门墙、楼梯门，按样。伊就拿伊就嘅字手个踩上主所认许，本伊就祖先嘅土地上享受长久嘅日嘞，天地存在结久，伊就手黑菜嘅位结久。
万权能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上帝，予阮属灵教会设立到今已经129年久。伫今年年头的第一主日礼拜中，有中职各团契、服侍团体会长的就任，感谢上透过牧师勉励大家，为着中职会长来代祷，支持因所担当上帝所托付服侍这份，互中职会长真做上帝的好管家。感谢上帝透过教会所推动的与圣经经句有约，每一天读一章经文，用眼睛看，用手抄写，用心默想，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使我们在内心深处能与主相遇。接着读经祷告，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我们。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使我们在黑暗中有方向，在困境中得帮助。感谢上帝，透过行过历史、迈向使命的搬砖活动，使我们能够体会以前信仰的前辈是如何的一步一脚印，从现今中山北路2段就台湾神学院所拆下来的砖块，搬到士林建造现今的士林教会礼拜堂。现今我们有新的教育馆，教育馆各楼层的运用，社区据点的活动，吸引许多的邻居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使宣教的使命能持续的传下去。感谢上帝，今年暑假国内短宣队7月在马远教会，8月在本会参与的服事同工，透过培训受装备，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学习，互相帮补，实际去经历经验，让我们能够随时准备好，成为基督宣教的精兵。从岁首到年终，感谢上帝的保守眷顾，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从信徒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愿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扎根，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有合一的心，领受从圣灵而来的引导，使我们对上帝感谢的心更加增多。愿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坚定地行在上帝的旨意里，迈向宣教的使命，行在上帝的恩典之路。愿圣灵引导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生命记11章13到15节。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尽心尽性侍奉他，我必按时降下雨水在你们的地上，就是秋雨和春雨，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新的油。也必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出草来，这样你必吃得饱足。生命记11章16到17节。Hütet euch aber, dass ich euer Herz nicht bedrohen lasse, dass ihr abfahrt und dient anderen Göttern und betet sie an, so dass der Thron des Herrn entbrennen über euch und schließe den Himmel zu, so dass kein Regen kommt und die Erde ihr Gewächs nicht gibt und ihr Bad ausgetilgt werdet aus dem guten Lande, das euch der Herr gegeben hat.咱同心祈祷，天父阿爸父上帝，愿感谢俄罗你，感谢伫即年尾的所在，即个时阵，带阮来到即个所在，阮三甲主席，阮是为着阮伫2022年所领受的恩典，要来献上感谢。阮特别为着2022年所经过的各项代志，阮要来悔过，我们来认罪，要来悔改。感谢主，你的带领。阮是罪人，阮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搁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的中间。阮伫遮认罪悔改，是因为阮看见大权能主耶和华你的恩典，你的赦免。阮要为着阮过去一年，阮所拄到的人甲代志献上祈祷。阮要为着阮家己献上祈祷。阮有罪，阮有时会得罪的人。阮嘛有时会不知不觉行无好的代志，阮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求主互阮会当以爱主耶和华你的律法，勉励三思，佮有听心来听人，亲像家己。主阮甲厝边的关系，阮也无法度吸引阮的厝边来甲阮的教会。感谢主，阮有接到协会的即个帮赞。互阮即个所在，当食做社区听的出口。求主你兴起，互阮会当成做阮厝边、阮社区的帮赞。阮伫即年度，阮嘛有经过大的选举，阮总是毋知影有这代志，总是阮知主你掌权，求主你互因跩选出来人会当行公义、顺人民。行主你看为正直的事，
主，我嘛有面对着这3年的 COVID-19， 我嘛有看到乌克兰甲苏俄这个战争，这个世界的确有济的失丧。这是阮人的欲望所产生的，阮有罪，求主你赦免，求主你来怜悯。主，你是无所不能，你掌管万有，迄个人妖花做上帝，迄个国有福气。坚心我靠你的，你要互伊得到10分的平安。求主看顾保守阮这个所在的认罪甲悔改。求主你的疼拢无离开阮，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生命的求，阿门。
生命记11章22到25节。If you will diligently observe this entire commandment that I am commanding you, loving the Lord your God, walking in all His ways, and holding fast to Him, then the Lord will drive out all these nations before you, and you will dispossess nations larger and mightier than yourselves. Every place on which you set foot shall be yours. Your territory shall extend from the wilderness to the Lebanon, and from the river Euphrates to the western sea. No one will be able to stand against you. The Lord your God will put the fear and dread of you on all the land on which you set foot, as He promised you. 生命记11章26到28节。看你，我今仔日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的面前，恁若尊坦上主，恁的上帝诫命，就伫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就会得到祝福。恁若顺坦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偏离我，恁今仔日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去军队恁毋捌的性命，就会受咒诅。至权至圣的爸上帝，我们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而过去的一冬内，无论是世界、台湾的社会，也是阮个人，因为人的私欲、软者甲无完全，偏行家己的道路，直到造成真侪混乱。甚至战争，总是你是公义、和平、自爱的上帝。你讲，我若谦卑、祈祷、祈求你的面，离开阮的歹，你要对天理听阮的恳求，赦免阮的罪，医治阮的土地。恳求圣神引带阮，独独我靠你，甲你3000军，重新得到开力，亲像鹰鸟展翅飞悬，走也无野，行也无先。
来压制生命的更新，互阮内心有忠心正直的人。愿天父赏赐福气，互阮正人，开阔阮的境界，拍开阮的心门，互圣经启示真理入阮的心，帮助阮顺探主的旨意，实践信仰的生活，传播福音真理。愿一切恳求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中最大的事是
路加福音10章25到29节。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应伊讲：“律法有写啥物？你安怎了解？”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疼主你的上帝，搁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耶稣甲伊讲：“你应了真对，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就搁问耶稣：“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路加福音10장 30到35节。 예수께서 대답하서 이르시되 어떤 사람이 예루살렘에서 여리고로 내려가다가 강도를 만나매 강도들이 그 옷을 벗기고 때려 거의 죽은 것을 버리고 갔더라. 마침 한 제사장이 그 길로 내려가다가 그를 보고 피하여 지나가고 또 이와 같이 한 레위인도 그곳에 이르러 그를 보고 피하여 지나가되 어떤 사마리아 사람은 여행하는 중 거기 이르러 그를 보고 불쌍히 여겨 가까이 가서 기름과 포도주를 그 상처에 붓고 싸매고 자기 짐승에 태워 주막으로 데리고 가서 돌보아 주니라. 그 이튿날 그가 주막 주인에게 데나리온 2를 내어 주며 이르되 이 사람을 돌보아 주라. 비용이 더 들면 내가 돌아올 때에 갚으리라 하였으니. 路加福音10장 36到37节。구 예수 라 기바가 이야kai lu lelesu kikai tadulu anane kura apa singi singsi kuini ki kia pa renge ki sare ka umamase kuini tara bulu-bulu ki hurizila tubara iyakai amani kuini ara kai ku sara dana si mara sikai kuini ki umamase ku Yesu la iyakai ala luka tua senga si pangya rava ki kai pia.爱我们的主，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你。感谢你借着圣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可以在话语中与你相交通。主啊，也帮助我们在怎么样在这个话语之中学习怎么用你的话跟与你对话。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到如何一生一世来爱慕认识你。恩典的主，一生中最大的事情就是来服侍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侍都要成为你大大的祝福跟恩典。
主要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的欠缺跟需要的时候，我们所服侍，就如你经上所说的，那坐在最细微小上的一件的人身上的，其实就是住在主的身上。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看清我们自己所行所做的，我们乃是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中的需要跟不足。主要帮助我们时时有一颗柔软谦卑的心，学习你的怜悯，就如同你怜悯我们，你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你让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来怜悯我们，遮掩到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可以洁白如雪的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就帮助我们也学习这样子的怜悯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设立我们的教会，在士林这个地区有130周年。主要我们也看到，在教会的这个130周年里面，同时间我们看到你对台湾这块土地里面，你差派了各样的宣教士到我们这块地图上面来服侍。也帮助我们在这个130周年里面，我们所领受的这些宣教士的祝福跟恩典，可以在接下来的130周年，在接下来的260年，甚至是很多的130年之后，我们可以一样的把这样子一个宣教服侍的精神能够传递下去。主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清楚神的意象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恩典的主，我们也知道你设立万地万有，主啊，你的话语，你也差派付给我们人成为这个土地上面的掌管跟管理者。主啊，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主，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管理的人，而不是一个占有或是虚耗这块土地上资源的人。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爱这块土地上面的。无论是生物，无论是动物，无论是天空飞的、水中游的，主啊，问我们的周遭的环境，主啊，帮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这块土地上面你的恩典跟旨意，你如何要去怜悯这块土地上面，也赐福给我们有那样子的感动，来彼此来怜悯。主啊，也帮助我们知道。在人的之中，主很多的文化的差异，主我们恩典的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站在这个恩典，这个文化差异的连结之中。主啊，在每个连结的过程里面，若有产生的破口，帮助我们在这个破口上面，我们站在中间，成为很好的连结。中间有冲突的主，我们带来的和平。主啊，恩典的主，我们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块社会里面，我们愿意成为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福音传播的人。主啊，福音的传播就是把人带来认识你。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在我们各样的教会的服事之中，主，我们要成为一个引人信主。主啊，让我们能够实行主的神亲的生命在我们的之中，好叫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主，我们恳求你加倍的祝福我们，主，我们所有立志决志的行动，主，当我们在每日的祷告、每日的灵修过程里面之中，主，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认清楚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爱慕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服侍你，服侍我们的邻舍，成为别人的好邻舍，服侍在每一个生命之中，上帝要在我们带领我们去的一个地方。恩典的主，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的立志跟决志。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能够有这么特别的一个泰泽礼拜。岁末年终，大部分的人都要欢庆的时候，可是我们在这个即将迎接新的开始的时间，我们却在这里用安静的方式来重新数算过去这一年神在我们当中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只数算恩典，我们也赞美上帝的作为。刚刚几个程序里面，我们从儿童主日学他们回顾跟赞美，然后我们到收年团契回顾跟感恩，然后在圣歌队我们有回顾跟反省。过去这一年我们经历的是哪些事情？甚至不止这一年。今天很特别，有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从韩国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经过了3年的安静啊，上一次他们来是19年哈，上一次来已经是19年，就是疫情前了。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活动了哦，所以他们才会又出现在这边。好像正式世界整个环境正式宣告，我们大家又开始要恢复一个我们过去习惯的生活。可是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是又要回到老过去吗？还是我们在这3年的安静当中，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特别的提醒跟启示？我们带着什么样新的模样准备出发了吗？这3年，我们有好好的在各样的安静中，我们被限制行动的时候，我们有好好的整理好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吗？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真的要做见证哈，上帝非常的特别。我们那时候在牧师交代说，我们要今年的年底用这个泰泽祈祷会。做年终的祈祷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读经就会读到《生命记》哈，这没有想到的，而且还刚刚好，我们设定的经文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读的？昨天读的经文，今天是《生命记》12章了哦。我们已经每日金句有约的话，今天《生命记》12章，昨天是11章，我们很熟悉，我们刚刚读完。可是这个程序早就定下来了，对不对？很多人很早就已经知道我们要读这个经文。在生命记这个时刻，是摩西重新带领以色列人站在约旦河另一边，准备要进到迦南地前重新立约的时刻。在旷野中，他们已经死去了一代，即将要进入新的应许之地。我们读到经文说，从岁首到年终都是耶和华的眼目看顾，若不是耶和华，一切都是枉然。我们在这3年的期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可能也好像在旷野的安静里，我们有让自己重新经历上帝的恩典以后，在这个时刻即将要迈入一个新的启动的时候，我们又要重新跟神立约了。等一下，我们就是要一起来互相祝福的时刻哦。这个立约是在上帝面前说：“是的，主，他对我们就一个要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摩西特别交代以色列人：“神带领你们到这里，虽然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如果你们不选择祝福，我们昨天读到很清楚，今天又读到，祝福跟诅咒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我们要选择祝福，不是选择诅咒。”如果我们不选择祝福，即便那个应许地有可能都什么样，成为我们灭亡之地，这是非常吊诡的。它本来是应许地，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选择顺服跟选择祝福，那个地方也会变成诅咒之地。我们有预备好我们自己，认知到我们是谁了吗？以色列人经过40年在旷野的等候，在旷野的磨练，神用那样的一个状态，让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是谁。不只是以色列人啊，不只是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而是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这2天跟这几天跟我们的韩国的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特别有聊到这个部分。我是谁？我们认识自己是谁吗？我们特别在台湾目前面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在国际上也好，我们的选举带出来的结果，可能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有认识到自己是谁吗？
在泰泽礼拜，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礼拜来做年终的呈现？告诉我们在上帝国度的团契里，我们只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有这么多的语言，在这里一起来敬拜。可是最重要的一个身份，那个身份高过其他所有一切的认同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即便在这里有韩国的，有讲原住民语的，有讲客家语的，有讲台语的、中文的，甚至我们还有英文哦。然后呢，还有德文，可能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可以代表不同语言的。但在上帝国度里，我们只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而这个身份会成为最重要的基础，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应该是谁，我们也更知道我们在新的开始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动。那过去这几年，我们已经这3年习惯安静了吼，很习惯线上做礼拜。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继续来服侍呢？还是我们习惯在家里？坐在电脑前面或者电视前面，我们已经有预备好回到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回到实体的聚会，成为一个出来服侍的吗？当我们认知到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行动，我们才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伙伴今天他们，特别是他们的校长有提到，他们好不容易决定3年的安静以后，再次重新出国的时候，他们选择第一站就是来到台湾哈。所以他们其实这一群学生是来做这个语言交换，在铭传大学。那他们选择的第一站就是来到台湾，因为可能刚刚我们看到的诗歌，他们所带给我们呈现几年前的一个交流，我相信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很好的互动，所以让他们也能够选择在疫情告一个段落，又能够开始新的行动的时候，他们再次选择来到这里。那我们有预备好吗？我们的这群同学，他们在前2天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他们不止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去捷运站，跳跆拳道的舞哦。我那天教会招待他们吃完晚餐说，哈还要去才吃那么饱，跳得了吗？他们在剑潭捷运站有跳那个跆拳道的舞吼。明天好像有机会看到，对不对？好，明天第1堂礼拜他们会呈现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是会献诗1次，然后会再跳1次。他们在每一天晚上在捷运站做这样传福音的行动。然后呢，他们发福音单张，福音单张上面呢写欢迎来到哪里？士林长老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去捷运站发教会的周报，说欢迎来到士林长老教会？结果我们的朋友们在帮我们发哦，然后他们很认真的练习里面讲的那个福音哈，耶稣爱你这样子。我那天在听他们讲，觉得很感动哈，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做这样的事情哦，好像比较困难。但他们每天晚上做这样的一个操练，他们预备好了，我们预备好了吗？在新的开始，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励志的行动。新的1年，特别是我们已经走过疫情这段时期，环境已经告诉我们，它不会再更严厉的这个封闭，大家就是会开始往前走了。但是我们的往前走是回到过去的老样子吗？还是我有一个新的认知、新的身份？我认知到我站立在一个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刻，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貌，能够继续往前呢？我们教会明年即将迈入130周年，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进入新的1年。130周年，我们的主题特别。今年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今年已经好几次出现了，对不对？撒玛利亚的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今年已经听了好多次了。我们不再讲说谁是我的好邻舍，
你如果认真在今年听到，不管牧师还是哪一个以文传道还是谁，我们的分享都会告诉你，不是问谁是我的好邻舍，而是讲什么？我是谁的好邻舍？我是谁的好邻舍？我们会立志什么样新的行动呢？上帝在摩西在以色列人他们重新立约的那个时刻，要求以色列人只有一件事：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读到耶稣告诉那个律法师，你还要记得，不只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还要怎样？爱你的邻舍，你要爱人如己。谁是我的邻舍？不是说谁要来怜悯我，而是我应当成为那个怜悯谁的。我们今年已经有很多预备的行动，对不对？不管从乐山，不管从哪一个关怀乐山的行动，或是有一些合作的关系，跟我们的伙伴教会也好，甚至在地震的时候，我们也关心他们。我们有非常多行动，但明年我们要更是继续的往前。我们可能不止在伙伴的关系，甚至6个宣教的面向，我们可能会针对生态，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成为整个生态环境的好邻舍，整个受造界的好邻舍？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成为一个公益的社会的好邻舍？我们面对社会公益，面对许多的价值，我们有预备好起来成为那个付诸行动的吗？我们不会只有每一天在这里读经、写完、抄完经句而已，而是我们明年开始就要启动了，要付诸行动了。那个行动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励志的时刻，让大家去回想你的感恩之外，2023年我们不只是感恩、回顾、反省，然后赞美。2022年进到2023年，我们更要学习圣灵重新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眼目跟价值都重新更新，认知到一个新的身份，认知到我自己是谁，然后我应当继续怎么样带着这个新的身份、新的价值去面对神带给我们前面的路。盼望130周年，士林教会能够再次经历一个新的更新。这个更新不是从人自己的励志，而是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使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去转换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一切成为一个励志跟行动，实践在我们所处的社会跟我们所在的环境里。等一下我们会来唱一首诗歌，它叫《再爱主多一点》。如果你觉得说好累哦，够了吧，就这样就好了，不够的。摩西在那个时刻带领以色列人立志的时候，要他们记得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个会成为一切动力的来源。可是在那个之前，是因为我们深刻的已经体会过主是如此的爱我们，主为我们所舍的，就像刚刚他们所唱的诗歌一样，那个爱超过我们能够体会，超过我们能够想象。若不是因为那一位主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我们说什么，能拿什么来说主，我们要更多尽心尽意爱你？够了吗？律法师问主说：“谁是我的好邻舍？”那个少年官也问主说：“我要怎么样进入永生？”他说：“你知道的是什么？”他回答得很正确，可是够了吗？主给他更大的新的挑战，再往前多一步吧，再爱主多一点。在那个爱的背后，就会帮助我们面对新的可能。我们会愿意顺服，愿意降服，我们会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会愿意说：“主，是的，我实在能力不足，但是帮助我再爱你多一点。”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点时间，
请大家手上你可能都有拿到一张纸，对不对？还有一个至少要一张纸一支笔哈。再等一下，你就可以写下你对2023年新的立志跟行动。等一下我们会先唱这首诗歌，你可以想一想是什么呢？经过这3年的安静，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是什么呢？主，你要我们学习，你要我立志，在明年新的启动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你周边的环境，你想一想，在130周年，我还可以继续成为建造士林教会的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可以参与什么？我们可以献上什么？然后等一下你把它写下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我们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为彼此的祝福祷告。等一下写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时间给大家2、3个人一起彼此祝福祷告，为你的伙伴，他就是你的邻舍，你要来祝福他，成全他，希望他能够得着从上头来的力量。所以我们这时候先唱这首诗歌，我们再来给大家时间来写。在爱中多一点，在爱中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在爱中多一点，在爱中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主耶稣，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从头来，再爱主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再爱主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主耶稣，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赐我盼望。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大家，你可以开始来写下你对2023年新的立志与行动。你可以安静在主前，主，我要再爱你多一点，是什么？在2023年，我可以怎么样再爱主多一点？求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动。纸跟笔吗？有没有人没有的？可以举手，我们那个同工可以给。没有拿到的可以拿纸跟笔。在十字架上
吗？还没有，还继续写没关系哈。我们等一下再让大家2、3位来为你手上的这个彼此祝福哦，哈，可以2位，可以3位来彼此祝福。还有一些人在写，我们再等一下。都写好了吗？他出个手哟。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这个时候呢，就请大家，你可以2位或3位一起分享你手上的这个新的目标、新的行动，然后请对方为你祝福祷告，让这件事情成为你新年预备行动的第一步，为邻人的祝福哈。所以可以2位시간2명, 3명 같이 이거 위해서 서로 축복하고 기도합니다.我们有一些伙伴，你们可以互相他们可以一点点中文没问题的所以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青年，你们坐这边，你们可以2、3位一起我们后面也有朋友可以请他们一起2、3位好吗你就分享你手中的有吗？可以2、3位就彼此分享跟祝福祷告。那个青年 V 姐要挑战你们，这边这群朋友你们也可以分享带祷他们都来到这里了，你们可以更大方一点的为他们祝福。就
给大家30秒，再给大家30秒或1分钟，1分钟，好，1分钟，分享完就可以回到你的位置。最后都好了吗？如果好了，我们就回到位置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囡仔有灵爱，上帝就同在》。唱3次。如果你好了，你就回到位置；还没有，你就继续。囡仔有灵爱，甲疼心，囡仔有灵爱，上帝。给大家最后30秒，最后30秒。如果都祷告完，我们就一起唱这首诗歌。一起起立，用主导文来用为这一段结束。일어나서 주기도문으로 이 부분을 마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우리 좀祷告。愿伫天里的杯，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日互阮写咧阮的歌曲，亲像阮也写咧歌曲阮的人。无得出阮的日式，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讲愿意阳光拢是你所有，大家多知。星星，听他星星，听他星星，欢迎你来。听他星星，我欢迎你。听他星星，我欢迎你。你
你码头，你正在你，我是他，面对你的错，跳到星星，跳到星星，跳到星星，欢迎你来。跳团星星，跳到星星，跳到星星，跳到星星，欢迎你来。跳到星星，欢迎你来。亲爱的爸爸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圣神感动我，一直开化我的眼界，拍开我的无习惯，互我会当进入你所想事，超过我所求所想，甲主你的情分。通过今仔日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表达，我若要领受主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主啊！虽然2022年最后的一日，但是伫主面前，愿每一日拢充满主你奇妙的听甲恩典。我们要特别恳求主上帝，你赐福看顾，就像你在2022年从岁首到年终的今天，你的眼目眷顾这个地方，你的眼目看顾我们每一个，你的眼目甚至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知道我们的感恩赞美，知道我们的埋怨忧伤。你的眼目眷顾我们每一位，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感谢圣灵，你要带领我们进入2023年。乃是你主你所预备的，无论是在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灵建造、我们与邻居的关系，如何分享福音的好处，主啊，你都为我们预备了。恳求主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到我们中间来，时时刻刻的来引导、来激励、来安慰、来造就。让我们能够迎接2023年，主你所赏赐丰盛的一年。愿赐下盼望的主上帝，你将一切的喜乐、平安降临在我们中间，借着圣灵的感动动工，让我们时时刻刻满有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跟你旁边的说，愿上帝赐福你，新的一年满有平安。愿上帝赐福你，新的一年满有平安。我们等一下在教育馆也有点心，欢迎大家去使用。然后呢，我们互道新年快乐，因为我们今天的祈祷会就到这里了哈。但是要教大家那个韩文的新年快乐，来，我们讲一次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好，台语대만말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OK， 好，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最后的节目大家就互道平安。我们可以到教育馆使用点心哦。星星光欢迎你，星星光欢迎你，我的记，我的记。今年新年，你
通稳定。万万苦，我全无保留，听人心声，听人心声。